IQ Telegram 有你才能講，我係香港跳得最高嘅女仔楊文慧。耶！我打排球嘅，咁所以我自己都即係知道個彈跳力者都幾好，咁所以我自己都話即係可能中學嘅時候就開始會係跳高咁樣，中意喐嘅一個人嚟嘅。咁所以由小學開始可能係跑嚟跑去咁，所以都會可能跑下短跑啊咁樣咯，跳一啲好高嘅地方啊，同我一齊練習啲男仔嘅，可能啲男仔唔夠膽跳，我都會去跳咯，都會係大膽去試嘢嘅一啲人咯。應該係話，我覺得自己唔係一個低質嘅女朋友啦，高咯，係嘛？長頭髮啊嘛，長頭髮咯，我有腹肌咯。我覺得我嘅才能值係90咯，跳高我係香港紀錄咯，咁所以應該喺香港我都係跳得最高嘅女仔。